补地9汽油补贴计划自9月30号全面启动。交通部长兼芙蓉国会議員陸兆福昨晚出席月圓中秋情繫臨恩活動時，特別向長者說明補貼計劃的用意。第一，要管理好我哋嘅資源。馬來西亞嘅資源呢，我哋呢幾十年嚟冇好咁管理，所以令到好多嘅資源浪費。例如我哋俾補貼嘅資源，我哋每一個人打油，政府係津貼緊嘅。不過我哋津貼翻俾我哋嘅公民，津貼翻俾我哋馬來西亞人民係理所當然。不過如果係有外國人喺度、外籍人喺度，我哋照樣津貼，咁我哋咪做傻仔？係咪？我哋幫人哋做大佬，幫人做大仔，我哋要約埋其他國家嘅人，咁呢個係唔可以長貧難顧噶嘛？咁政府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諗法啦，一個新嘅招數啦，就係打油要用我哋嘅身份證，我哋嘅 My 卡。所以身份證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每一個人喺度，我哋有身份證係象徵我哋係屬於馬來西亞呢個國家嘅公民，所以有身份證係有好多嘅優惠，係應該享有嘅優惠嘅。陸兆福也指出，雖然天牛時需要出示大馬卡，可能多花1-2分鐘，但此舉可幫助政府每年節省數十億令吉，讓更多民眾受惠。他強調，每個人的小小配合對國家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。